双方的数据对比啊，两个人年龄相差3岁，身高臂展方面的话，希罗基丁稍有优势啊。比赛马上开始。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co-main event of this evening. This moment is truly I'll be waiting for. We are live in JCK Arena, Shanxi, China. A 3 rounds, 5 minutes mixed martial art contest is JCK MMA Fight Night Welterweight Divisio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er at the blue corner. He stands 180 centimeters tall, weighing 170.2 pounds, age 26. He is the sambo fighter, holding professional record, 3 fights, 3 wins, fighting out of the Dushanbe, Tajikistan. I give you the Aishum Zirozidi Salabaiki. Now, introducing for his opponent, fighter at the right corner, mixed martial artist, holding professional record, 29 fights, 20 wins, 9 losses, fighting out of Bishkek, Kyrgyzstan. He stands 179 centimeters tall, weighing 170.8 pounds, age 29.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red corner, the Wolfhound. I give you Bruce Zambak Noir Jano. The referee who charged in this octagon is Mr. Wang Jinggang. Кандайча? Акча кайтарылып келет? Андан да көп интернет. Эч кандай комиссия жок? Ооба, акча кайтарылып келет. Виза карталары боюнча 2% кэшбэк. Интернет көбүрөөк болот. Ай сайын плюс 10 гигабайт. Комиссиялар болсо жөн гана жоголуп кетет. Мой О тиркемесинде О Праймды кошуп алыңыз. 90 күн бою акысыз. О Прайм күн сайын пайдалуу. Watch the back hack, watch your finger, watch your love, okay? Touch, back, good luck. 好，比赛是来到了我们的联合主赛啊，两位斯坦国勇士之间的较量，那是由这个希罗基丁去对阵鲁斯坦别克，这是一场次中量级的较量啊。好，比赛正式开始。双方的第一回合，战家一正一反，是，低扫换前摆，是两位选手其实都是非常的有实力。一位桑博选手，一位是中亚的部落联盟冠军。其实鲁斯坦别克摔跤更好一些，在地面缠斗方面优势可能更明显一些。确实，看一下，哇，冠军就是不一样，很夸张的这个拳法，而且感觉到两位力量很大。是。毕竟是次中量级的选手，希罗基丁在直观上看，他这个身材真的非常的夸张，非常巨大，对，非常巨大。那如果正常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超过了85左右吧，这个可能更高，是，可能更高，块头很大。哦，看到这个是用这个藏拳，两个人在不停的进行孤劲的打击，这种拳法你看，不知不觉是将鲁斯坦别克靠在笼边上，头部不停的挤压。打击，强硬下，双手搭扣，连续的锤击，上位砸拳，争夺打击的距离。希罗基丁一直在用膝盖干扰鲁斯坦别克的腿，对，而且顶得很重。我们一直在说希罗基丁是拿到过世锦赛的铜牌的选手，那他的这个竞技比赛也是非常的丰富。双方的短打这个发力也是非常的短促，袭击抢一个膝盖。哦呦，今天希罗基丁这是铁了心要跟对方打进攻嘛，直接近战贴身这样的一个发力的方式。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忌惮鲁斯坦别克的摔跤和上位的压制啊？我们看现在一直都是在进行上位的这种贴靠的技术。
想要击倒，重心转换，看一看是要带倒对手吗？推开，好的。卢萨别克在双方分开一瞬间，马上把手拿起来是，经验很丰富，是的。从这个中扫，我们看这个希洛基丁腿很重，是打击也很重。直观上我们看一下，希洛基丁那个块头真的很夸张，后手拳也很长。他的这个身高臂展从单纯的数据上看来没有差那么多，但是直观上来看确实差很多。是肩膀也很宽。在称重的时候，他披着国旗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感觉哇！后手拳击倒了，我们看一下，连续打击，卢萨别克。但是那一下感觉更多的像是重心被破坏了。没错，对啊，应该是没有打实。是的，意识并没有散。哦，哎呦！连续打击，卢萨别克觉得可能要小心，是的，后手拳打中了，连续打击，连续追击，卢萨别克有点狼狈，有点狼狈，我感觉被世锦赛的铜牌选手。是的，可能是要被对手生吃掉。是的，力量还是有差距。没错，啊，卢萨别克可能还是在轻量级那个级别当中，他的打击包括像力量可能差距没有这么大。踩脚。看一下，看一下。第一时间看一下希洛基丁超住卢萨别克的抓了一个手铐，是的，但是没能抓太实。看，直接是要压平了。现在是碾平卢萨别克。你看谁的腿上是有谁的一些血迹？刚才卢萨别克做了一个缠雕，应该是指甲刮到了腿部，流血了。对，做了一个很漂亮缠雕，但是没能挑动，太重了，太重了，没错。感觉现在希洛基丁是打算用自己的身体生吃掉卢萨别克。这个踩脚，哎呦，这个差距踩得很重，没错。这个双方的差距，身体差距是没有办法用一些技术和意识去弥补的。我们很少看到卢萨别克被压得这么狼狈。希洛基丁现在是牢牢的把卢萨别克吸在身上。绿色缠雕，没能缠住，太重了，太重了。看，打后背重，是这个腋下的拳头塞进去，太重了，连续打击。是的，卢萨别克，我们看，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显得有些被动，是有很被动，很狼狈。这个希洛基丁实力真的不容小觑啊！职业战绩3战3胜。但是目前看他的这个竞赛经验非常丰富啊！是小切肘几百场比赛，没错，我们一直在说啊，不要小看竞技综合格斗选手的这个比赛经验。是的，膝撞，第一回合10秒时间，可能是要再暂缓一下节奏。我觉得第一回合下来之后，卢萨别克会对对手有一个重新的认知，是，可能要重新布置一下战术。哇，这个希洛基丁确实厉害，确实啊，无论是身体这么大的优势该怎么打。感觉希洛基丁现在还是跃跃欲试的。好的，双方第二回合。还是踹膝盖，是的，控一下距离，还是希望用自己的身体优势看一下卢萨别克。然后发动抱摔，但是可能本力上还是有差距。本身他是一个轻量级选手，这次升到次中之后，发现哇，原来次中这么卷啊！是的。现在卢萨别克是发动抱摔之后，把对方顶在笼边，看一看最新的自己的战术会不会奏效。想要去直接抓脚，能不能拉倒？对方的弓箭步很大，重心很稳，是抱单腿。下前双腿，看有没有可能拉倒。重心很稳，看有没有可能双手搭扣。连续打击，看一看，拉不动，有点难。对，拉不动，有点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对选手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要求，要么就是你降到你之前的这个级别。好的，非常漂亮。重心转换，一扭带倒了。但是我们看到对方控不住啊！哎呦，摔倒了压不住啊！是我们一直在说摔控不能分家。是，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希摔倒了控制不住，是第一时间又来到了笼边。
看一看卢桑别克该用怎样的技术去逾越双方身体之间的这道鸿沟，不太好说。一些小的动作顶进去，连续的打击来自于希罗基丁，漂亮，非常的漂亮，重心的转换，是的。后来马上放了抱摔，做得很棒，但是还是控制不住，还是控不住，是的。刚想压住，但是压不住，马上起身了。这样的抱摔呢，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在我们的打分逻辑上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是的，因为你们没有使用抱摔对对方造成杀伤。我目前看这个第一回合窗口应该是卢桑别克的前腿，应该是希罗基丁的卡夫踢到的。出了血，不像是缠吊铲的，应该是胫骨的位置。是，我才发现正面。对，正面。现在双方是换了一个位置，经过2次的抱摔之后，卢桑别克的身体包括像耐力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你看，拉拽，破坏重心。双方打的也是非常的耐心希罗基丁也是知道自己不着急有很大的身体上的优势，又回到了第一回合当中的这个敲打的方式。头部紧紧的去进行挤压，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卢桑别克又是回到了这边，现在被希罗基丁拿到了后背，希罗基丁想要带倒卢桑别克。其实从技术性来说的话，刚才卢桑别克那2次抱摔非常的漂亮。是的，但是屁股一扭，但是奈何呀，你控不住是的，是，这很让人绝望确实是，你自己最好的东西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对对方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这个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心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作为选手，你就要有一个选择，你到底是要大幅度降重回到自己原来那个级别，还是说在这个级别和这些大块头们一较高下？哪一个答案，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都很残酷。换拳，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第2回合，双方确实体力也有下降。是。中扫，有一次应该就是踢到这个位置出血。是的。看一下这次抱摔，再次来到笼边，力量很大，冲了整个笼子。是，现在是在希罗基丁的边角。卢桑别克，我觉得第2回合的抱摔还是奏效的，最起码的话也是延缓了对方的进攻。还有剩下的时间。用膝盖破把，连续掌拳距离，但是最重的一拳没有打到。双方很有默契的击掌准备第3回合。第2回合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卢桑别克真的累了，这个真的累了。这个细节是的，我们看到卢桑别克在第2回合结束之后，就是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个其实对于卢桑别克来说的话是更加严峻的考验，因为在体能严重下降的情况之下，怎么来跟对方这么大身体优势的对手来对拼，很难说。最后的5分钟这是我们今天的联合主赛。好，最后的1回合。双方开始还是使用站立的技巧。踩膝盖，踩得很实。是。推开，感觉现在卢桑别克身体还是有一些虚。是的，毕竟前2回合打得非常累，是体格比自己大的选手打，很消耗人的。有一次看，还是打这个位置，是的，不停的去蹬击前腿，包括卡夫踢、中扫。换颜色，很重这一下。发到抱摔，感觉卢桑别克就在等这一下。是，位置没问题，举起来，漂亮，哇，非常的漂亮。但是看看能不能控住。看一下，
后背能不能拿得到，能不能控住？对方旁边啊，龙网防守很死，看能不能带倒。确实很难带倒，是，手在拆把，而且想要去挂到对方的钩子，头换到内侧，还想继续发动抱摔。但是希罗吉丁不紧不慢，也没有着急。打得很耐心，因为可能是知道对方的本力要差一些，而且体能消耗很大。好，超出来了，真的很悲哀，摔倒了，真的压不住。是。那接下来希罗吉丁会不会抓住一些机会，多打出一些打击的效果？因为我们还是要以打击效果作为判定的最高因素。看到卢赞别克非常的疲惫。从他的这个眼神啊，漂亮！看一下，再次在希罗吉丁出重拳的时候发动抱摔，漂亮！这两次抱摔非常的漂亮，背水一战了。是，破釜沉舟。好像能控制住。看一下，看一下，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如果能抓住手铐的话，就能控制住了。但是希罗吉丁没有给机会。在侧身位，连续的拳法输出，想要起身。但是现在我们看拆掉对方的手肘之地啊，卢萨姆别克细节处理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的聪明。手铐牢牢控制对方的胯，是压倒。目前为止战术布置的还很好，没错。而且哇，这个起身带着卢斯坦别克直接起来了，是。半个回合左右，大概是2分10秒。看一下现在，带倒非常漂亮，非常的漂亮。一脚蹬开了卢赞别克最近的这几次摔法确实是展现了自己超强的摔跤技术也很有想象力。要么这个时候一锤定音要么可能在地面上还要再摩擦一段。当然，希罗吉丁希罗吉丁也需要打出效果因为刚才这波希罗吉丁发动抱摔、抱单腿、顶龙，有没有可能摔倒？这个平衡性很棒，他别克防摔确实好，没错。勾拳漂亮，1分30秒。希罗吉丁应该是也有一些体能下降。如果这场比赛是在轻量级的话，我相信卢萨姆别克不会那么被动，双方身材的差距也不会这么大。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双方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调整。卡夫提内侧的踹膝盖，因为这个阶段双方也确实是消耗了非常大的体能，不管是抱摔还是拆把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连续打击，卢萨姆别克依旧是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强烈的求胜欲望。好，中扫，抱摔，非常的摔倒了。双腿的三角，是的，双腿三角，这一下很难跑了。青木真也的最爱，是的，这根三角打击打击好的。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输出，两侧时间。我觉得这一波的进攻和伤害应该会给卢萨姆别克。卢萨姆别克背水一战了，没错，破釜沉舟之后能不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看一下提拉。好的双方的比赛结束。双方的这场比赛可以说哇！本场比赛3位裁判一致性判定红方胜。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